在花莲昨日有一个查某人，伊去耍飞行伞，有找教练做伙飞，不过那像是因为确保安全的气仔冷气，这个查某人全为10公尺悬的所在摔落来，不幸重伤死亡。虽然这个业者讲，因的场地是合法立案的，这个教练嘛是有牌的，不过根据县府的调查，因根本就无申请经营的许可，目前已经下令因爱停业。然后警方嘛，甲这个教练以过失致死的罪嫌，该移送法办。一面伫天顶飞，一面会当欣赏海花山面的美景，互为少民众爱去花莲体验飞行伞。毋过18煞发生，有一个27岁姓肖的查某囡仔去体验，甲姓叶的教练做伙坐一个飞行伞。飞行途中，这个查某囡仔身躯的安全带不明原因煞冷去，这个查某囡仔直接为10公尺悬落落来涂骹，不幸死亡。教练发现这个后环有松脱，然后呢，教练马上做一个闪避的动作，往山边尽量能够做个迫降的动作。做这动作期间呢，真的是只差几秒钟，没办法，他就通下去了。第一时间已经发现人已经半挂落的时候，这第一个就是他们没有检查安全背带嘛。那第一个这就是他们的疏失，第二个就是他们没有做迫降这个动作。根据了解，这个查某囡仔的飞行伞才拄离开地面1分钟，好亲像乘客椅仔钮煞冷去。姓叶的教练改做执行紧急撇降，想要扭锁挖山边，毋过也是未赴阻止意外发生。业者是讲，因有合法立案的场地，姓叶的教练原来有合格执照，飞行经验超过30年。不过，花莲教育处调查，业者无提出经营许可的申请，要求业者即马开始要停止营业，配合调查。花莲县政府也会请专家学者组成调查小组，中回现场来调查。后续原来会注意业者是不是有合法负起赔偿的责任。他们都没有取得相关私人或国产署的同意就进行使用，所以这个部分是遇到最大的问题，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提出申请。在检查扣环的过程当中，是不能有其他的异物，或者是有土有沙子都不可以有。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，我们是用手去拉它，100%是牢靠的。其他的飞行伞专家是讲，飞行前教练一定爱一直搁再检查安全带，因为发现飞行伞意外已经不是头一届。今年5月伫宜兰原来发生飞行伞落落来事故，地数教练甲学生囡仔拢受伤送医，所以呼吁民众爱选择有执照、有得到经营许可的业者，安尼才会当确保飞行的安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